来，咱今仔日对十六页即只开始读起吼。十六页最后一段啦吼，但是顶回这最后一段读一句尔。祈祷煞，囡仔即时晏晏叫，阁是后生。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吼？对啊，顶回读到遮，顶回对遮阁开始读。上兄讲，上帝毋是我的若定吼。上帝毋是我的若定吼，是天骹的公家的。这两句拢应该无啥物好解释吼，大家应该拢知。咱大家拢有份吼，是天骹的公家的嘛，所以大家拢有份吼。咱大家拢有份，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伫。OK， 我咧想讲，啥物叫做才会煞伫吼？所以咱大家拢着敬拜伊吼。本来是到遮着这整个意思就完整了吼。上帝毋是我的若定，是天骹的公，天骹的公家的吼。咱大家拢有份吼，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到遮应该足完整的，才会煞伫吼。佮强调讲，你着爱敬拜伊，才会煞伫吼。所以等你讲台语着讲啊，才会煞伫，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代志会当无了无尽，除非你做到遮，做到什么？做到大家拢着敬拜伊吼。啊，若无是无了无是无可能会结束的吼，一直会个代志会个发生安尼吼。啊，但是这遮当然毋是讲，想下嘛，这到底要安怎讲？好啦，这毋是词的规则，这是表达法的规则吼。就是讲你要安怎表达讲啊，大家做到什么一种足做到足极头的即种讲法吼。若要做例句，当然足侪吼。我想看觅，要做一个较好的例句，我一时还阁想袂起来。好，想到再甲咱做一下例句吼。你着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煞伫？安尼吼，这查字典应该是查无啦吼。好啦，即句好，看起来是无啥物通好解释吼，逐字拢知啊，我看嘛。若有感觉想要进一步现字典、字典，再讲一下吼。啊，无我着即句着安尼准个。来，即句我搁要读一遍吼。上兄讲，上帝毋是我的若定吼。是天骹的公，是天骹的公家的，然后天骹的就是话叫天底下啦，大家嘛吼，天骹的。咱大家拢有份吼，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伫吼。比如讲，你若要爱食到8、9、10。毋是讲爱运动尔定，一定爱做到逐工运动才会煞伫吼。就是佮甲即个上极端的情形摕出来讲的时阵，安尼吼，才会煞伫。你着会使用即句煞接伫后壁吼。好，来后一句，因为上帝是啥物呢？后壁着开始唱歌吼，即若敢若歌戏吼，讲到遮开始唱吼。上兄嘛，就是即个搞唱歌嘛吼。
因为上帝是保庇照顾世间人，吼，这第一句，吼，歌词第一句，保庇照顾世间人，不论本国甲外邦，吼，有押韵，吼，世间人无论你是本国人、外国人，吼，拢甲你照顾。因为这是外国来的上帝嘛，所以一定爱甲你讲，连你虽然对即个因来讲是外国人，嘛是甲你照顾，甲你保庇。好，17页继续看，甲即条歌先看了吼。哎呦，无即条歌2句尔啦吼。我是试着啊，对，伊个袂关系试即个页数，就是16页好。安尼咱16页来甲读一下吼，今仔日人较少。哎呦，袂记咧甲恁扭起来，歹势。老卡 Sylvia， 你若有兴趣吼，则欢迎你起来和阮斗阵来读吼。make a moderator。好，来，马文是你的音乐声哟，麻烦再静起来一下。来，咱即段来甲读者，虽然前一句讲上帝较有啥，一句顶回读过，咱嘛是今仔日过来甲读吼。祈祷煞囡仔即时晚晚叫，阁是后生。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好，来，马文。祈祷煞囡仔即时晚晚叫，阁是后生。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我拄则读着吼，即时吼，马文读着吼，即时。老卡朋友若有兴趣，则起来读吼。文本伫我顶头伫个 chat room 搭即个文本的网链，或者是你若有兴趣，你就直接看 YouTube 的直播，会当看到我分享的即个画面吼。毋通看拢是白话，你就惊着吼，嘛毋通听讲阮读甲遮顺，想讲哇，你无法度吼，得一字一字来吼，像拄则马文啊，一字一字来吼。你若歹势读，你着目睭倒去看着吼，目睭爱倒调，我一直强调即项代志吼，足重要。好来，玉文，你有法度即马家己读无？我试看卖。祈祷煞囡仔即时晚晚叫，阁是后生。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嘿，对，较有啥吼？即时吼，伊啊读即时吼。好，来。后一句，上兄讲，上帝毋是我的若定，是天骹的公家的。咱读到遮，马文。上兄讲，上帝毋是我的命，是天骹的公家的。马文，你看汉语本哟，甲你掠包吼。伊写，我看白话字啊。哎哟，伊写若定，是你的版本和我无共，若定。嘿啊，若定，我念一个若定。无你念做领啦吼。若定啦吼。即句我拄则无，即个词我拄则无讲吼。咱台湾人惯是讲领啦吼，就拄则马文读的安尼。伊这应该是厦门话啦吼，厦门腔啦，所以伊即个电腔口有时伊会用迄个厦门腔吼。这是伫个台湾迄个长老教会因信徒有时会用即个厦门腔啦，因为因读的版本，即巴克的版本就是厦门腔写的嘛吼，所以因会读若定会读实质水吼，即种伫台湾已经无人安尼咧讲的讲法啦吼。
佮足多啦，一时仔讲袂出来，摕袂出例句吼。好来，译文读到即个是天骹的公家的公家的啦，歹势。上听讲，上帝毋是我的拿定，是天骹的公家，是天骹的公家的。嘿，即较还变调啦吼，天骹的公家的，你咱个天骹的就甲转去，安尼你就袂讲，就免变调啊吼，只要转去就免变调。是天骹的，啊公家的吼，安尼就会使。所以有时你若袂晓变调，就甲转去就对啊，你就免变调吼。好，来过来是，我练习变调，我较早有举一个小美角啦吼，一个小小的美角。你讲你有时你袂晓变调，你着甲两字读做伙，就可能就会晓的吼。你袂晓讲乌会变调，乌你就会晓，乌嘛，乌所以乌会变调就是乌头前迄个乌吼，所以乌就是乌会变调吼。所以就是当你袂晓变调的时阵，你甲迄字读做两字来读，啊头前迄个就是变调的音嘛吼，这就是一个美角吼。有时咱背袂，你若无背过的人吼，什么17325357321这种变调规则吼，背袂起来，你着用这种方式吼。啊，拄则即嘛加算第二个美角啦。有时你袂晓变调，你着一句你袂晓变调，你着规个读甲一句啊转去，安尼就好啊。啊，但是你要练变调，就爱拄则讲，你也晓变，啊，你就有法度甲连起来吼。我讲转去，就是因为台语内底迄个特色，就是讲只要句的每一字后壁绝对是读分调吼，所以天骹的迄个 a 你袂晓变调的时阵，你着规个转去吼，是天骹 a， 安尼就读分调就好。啊，但是你若要变调，你知是天骹 a 讲天骹 a， 我讲嘛袂晓变的，直接要安怎变啊？讲假的。好来，继续。好，3年礼拜吼，我甲3年扭起来。好，3年阮读第16页最后一段吼，但是阮就无爱搁自头吼，读到遮，你等下再继续吼。来，咱大家拢有份，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得吼。咱读到遮，马文。咱大家拢有份，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得。来译文。咱大概是，我看这2、3、4、5，从尾仔算起来第5纸最后2字吼，遮。咱大家拢有份，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得。嘿，好。3年你若有找着，看你要读无？咱大家拢有份，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得。好。楼骹即位，我毋知伊要安怎称呼啦。Daniel，好，你若有兴趣，则起来读吼，甲你扭起来吼，扭袂起来。好，过来，因为上帝是保庇照顾世间人，不论本国甲外邦。来，马文。因为上帝是保庇照顾世间人，不论本国甲外邦。好，译文。因为上帝是保庇照顾世间人，不论
来，Sunny。因为上帝是好比照顾世间人，不论本国甲外邦。好，来，后一页，第17页吼，咱继续来甲读落。大川讲，上兄，互你真努力吼，互你真努力。这是台语的表达法啦吼，互你真努力，就是甲你说多谢吼，互你真努力。啊，这个努力什么意思呢？咱来看一下吼。LOU 第二声 LAT 第8声。努力，台语大词典汉语用迄个努力吼，迄个努力吼。过说两个吼，一个是辛劳劳烦吼，一个是招呼的话，就是甲你多谢啦，意思就多谢吼。啊，所以互你真努力，就是互你真麻烦啦吼，互你甲你责做安尼，互你麻烦吼。啊，即句话的意思就是甲你说多谢嘛吼，所以有时啊人会感性就讲啊努力，就是意思多谢啦吼。OK， 好，来转来小说家，讲互你真努力吼。硬讲，就即个上兄就回答讲无吼，无影的代志吼，袂啦吼。最近敢若才听人讲，才发现讲，即个当你人甲你说多谢，你讲无，遐讲袂吼，敢若是台语的特有的即个讲法啦吼。华语袂安尼，英语是会讲 no problem 吼。日语有时啊，日语安怎回答我毋知咧。迄个教科书顶头教，迄是足罕的用吼。什么多语、达西马是地吼，迄是足罕的用吼。日本人是足罕的回答，安尼甲人吼。当人甲你说多谢吼。好，啊，伫台湾的华语受到台语的影响，所以足侪人嘛是会回答我讲袂吼，啊不会吼。啊，但是你若讲你去希腊本国吼，去即个希腊语的即个本国。你等于母国，你安尼回答，人可能听感觉足奇怪吼。因安怎回答？我想看嘛，我嘛毋知安怎回答吼。好，硬讲无吼，即台湾人回答别人甲你说多谢的时阵的应法吼，无吼，袂啦吼，就是意思，袂麻烦啦吼，即等于是即句讲啊，互你真努力，互你真麻烦。伊讲袂啦，无麻烦吼。所以迄个回答无的迄个意思，其实是感性后壁迄段吼，就是讲袂啦，你袂甲我麻烦，袂甲我责做吼，我无做啥物代志安尼吼。因讲无，着加上帝说努力吼。所以伊即两句已经甲努力的即种表达法吼，拢写出来吼，这是咱教科书咧吼。头前甲你讲努力，就是意思就是辛劳麻烦吼，后壁就是说努力，就是说多谢吼，毋是甲上帝讲。当然你会当讲，你免甲讲辛劳麻烦，你甲上帝讲，因为这是上帝的辛劳麻烦吼。啊。意思就是你甲上帝说多谢吼，因讲无着甲上帝说努力吼，意思就是着甲上帝说多谢吼，着向上帝表达你的感谢迄个感恩的心吼。好，来，无啥物好，我嘛无现历史典，咱搁继续看吼。伊就转去吼，伊
伊就长去啦吼。你若要照伊写法吼，我按读变调安尼变吼，伊就长去。迄个上兄啦吼，就长去吼，转去吼。咱平常时咱考语其实惯势甲动词读本调后壁轻声，啥物去啥物去吼。即足多啦吼，啥物转去吼，个啥？嘛毋是动词、形容词嘛，就是好，就是后壁即个去的时阵，头前迄个读一般来读本调，为什么要强调头前即个物件？毋是啊，毋是要强调迄个去字吼，是要强调头前即个转吼。歹字是要强调歹，毋是个去吼。还是落去吼，是要表达落，还是爬吼，爬去吼。对，拢是头前本调后壁轻声吼。好，这到这，咱继续看来吼。志勤甲大川讲，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吼。志勤甲大川讲，这本鬼说嘛，毛米人甲毛米人讲，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这应该嘛无啥物好鬼说吼。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吼，我真爱听伊讲的话啦吼。我信伊是好人吼，因为进前讲，这罗教人敢若拢负面的嘛吼，用罗教即个词的已经是负面的词啊嘛吼，教即个教较加赞就对啦吼，所以叫做罗教吼，毋是上教，罗教吼。所以因为安尼叫法，认为讲这是歹人吼，即寡人即阵罗教人是歹人吼，但是。经过这代志吼，伊讲我真爱听伊讲的话吼，我相信伊是好人吼。无啥物字通好查啦吼，逐字拢看有。顶日啊，我听伊在吟吼，后壁是一条歌，等下原来是两段歌词啦吼。顶日啊，我听伊在吟，顶日啊。顶日啊，就是前几工啦吼。顶日啊，你毋知影顶几日嘛吼。顶日啊，毋是昨昏，嘛无一定是昨日吼。顶日啊，顶就是进前啦吼。这华语你若要写，就是厝顶迄个顶吼。我看即个顶字，TENG 第二声，我查一下字典吼。头像马面极悬，第一顶面顶上头壳顶，这拢无迄个顶字啦，迄个顶字的感觉。无呢，来，我查一下大力大词典吼 ，TENG 第二声顶。好来，有4个规则吼。第一是顶面吼，即拄则迄个甘字典用上多吼。第二个时间，指时间的时阵，用来伫个时间的时阵，就是你讲进前吼，前敢若写字前字吼。所以顶日就是前几日啦吼，前日吼，时间就是前就是before 嘛吼。好，过来是第三个是讲上安怎吼，上好顶好吼。第四是迄个助数词，譬如讲算面床、算桥、算帽仔、算螺仔等等吼。一顶面床、一顶桥、一顶帽仔、一顶螺仔吼，用着。我看一下原册扫描，顶哩，顶伫倒位呢？伫遮。第二个是就写马的，马的或者是 then 吼，马的 then 就前嘛吼，汉字写前，所以顶日就是前日吼，就是前日子，前日子。
前之之好啦，我查一下例句的前之之。哇，直接用华语查法。前之之就是 previous day, day before, if prior day, preceding day。所以这个例句的前之之是 yesterday 的意思咧，看起来是安尼咧。但是伊佫无直接写 yesterday， 我无解清楚。你若例句好的人看即个句敢前之之是昨昏还是进前几工安尼吼？但是我的语感内底台语顶日啦，就是进前几工，无一定是昨昏吼。你若无共语感的，再甲我讲一下吼。留迄个 chatroom 再留一下话。好，来咱继续看吼。顶日啦，我听伊在吟啥物呢？天顶悬悬，耶稣坐位，隆重天神服侍拜跪吼。你若读惯势圣经啦，或者是有定去教会吼，一寡拢足接用的即种词，看眼会就知，就晓读啊吼。毋是我较教啦，我意思讲，你若看我遮复杂，我来读甲遮顺哦。就是你若伫教会行搭过，即寡词拢足接用的吼。天顶悬悬，耶稣坐位吼，隆重天神服侍拜跪吼。了解解释嘛？天顶悬悬，耶稣坐位吼，这是咱讲叫做倒装句啦吼。倒装句啥物意思？就是甲头前咧放伫后壁，后壁放伫头前吼。天顶悬悬，耶稣坐位，本来的表达法应该是耶稣悬悬坐伫天顶，有无？我逐字拢对咧无？耶稣主词伫头前嘛吼，本来因伫头前。耶稣悬悬副词遮吼，副词要形容迄个坐嘛吼，坐位吼。耶稣悬悬坐位天伫天顶啊吼。当然我若要表达，就要有迄个天顶头前爱有一个介词吼，所在所在指所在 location 迄个介词吼。耶稣悬悬坐位伫天顶吼，你若要表达是安尼啊，但是这是歌吼，这毋是讲话吼，这是所以伊的倒装天顶悬悬耶稣坐位吼，一句是安尼意思吼。敢有需要查词典伫点呢？应该无啦吼。过来是隆重天神服侍拜跪吼，即句就是一般表达的。就是安尼讲啦吼，天顶隆重的所有的天神啦吼，隆重就是all，就是英语就是all吼，隆重。天顶的神吼，服侍拜跪吼，你感觉足奇怪啊？基督教毋是一神吗？哦，一个神尔独。基督教信教的人嘛知影讲有足侪神鬼吼，毋是讲干那有一个上帝，但是。因敢若认一个独一的真神上帝，其他毋是真神吼，其他是小神吼。有独一个因咧拜，就是敢若即个大写迄个God吼，上帝吼。有名有姓吼，叫做耶和华吼，Jehovah吼。但是平常时较罕咧叫啦，较罕咧直接叫伊的名啦吼。甚至犹太人根本都毋敢讲即个词吼。所以即个 Jehovah 即个名是毋是伊的？正名佫是可能佫是爱 question mark 吼，因为犹太人其实因写的时阵敢若无母音啦吼，因写你若去看因的字吼，敢若无母音，伊是敢若是写注音 Jehovah 吼，即啥物 H 我袂记啊，我着直接实际上安怎念，并毋是遮尔确定吼，因为犹太人根本就毋敢讲即个名吼，毋敢直接叫上帝的名吼。迄是基督教信徒较无即个禁忌哦，因有时会讲节好吧吼。好，隆重天神哦，服侍拜跪，所以其他的小神吼、小写神，拢咧服侍拜跪即个独一的上帝，悬悬坐位伫天顶的即个吼。啊，你想讲应该是耶和华那变耶稣吼，啊，拢姓耶嘛，一个姓爸，一个囝，拢姓耶吼。迄是翻译的是拄仔安尼翻啦吼。
可能嘛为着要互因共死，啊，当然伊死毋是死野吼，迄是伊的Jesus，迄是则是伊的命吼。死啥其实佫毋知吼。OK， 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啦吼，应该讲基督教迄个讲甲哩哩啦啦的一个教义叫做三位一体啦吼。三位一体就是讲爸、囝、上帝是共一个三位嘛，三个位格，但是一个上帝，一个神，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若要用我即马要甲你讲，我这叫做狡辩，这叫做我听你踮遐咧转吼，就是三个位格一个上帝啦吼。为什物伊必须要安尼解释？因为因对犹太教叛教出来，我直接无客气，就是安尼讲吼。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对犹太教叛教出来的提倡的一个新的教派，一个新的宗教吼，一个新的教会吼。啊，后世人佫毋是后代的人佫甲耶稣当作是一个神咧看待吼，所以变成讲本来是一教信仰变两教啊，两神啊，本来是一神的信仰变成两个神啊嘛，有上帝耶和华一个神，佫一个耶稣，佫一个神嘛，所以伊就爱变成爱家己爱讲爱圆话嘛，你著只好圆话。啊，阮这是耶稣是另外一个位格吼，一个是爸，一个是囝，佫来一个圣神是，我嘛毋知要安怎解释吼。好 ，OK。即简单讲到遮就好，无可能基督徒会甲我迄个，会甲我讲较酸啊吼，要甲我跳脚摆吼。好，不管你有信无信吼，例如我即马甲你解释互你听吼，就是讲照你讲啦吼，其实咯，基督教会内底教导吼，10个可能9个分袂出这。讲了到底你是咧拜对？你啊你毋是咧上帝？你到底是恁是拜对一个吼？有啥咧讲袂出来吼？啊，这是讲天顶悬悬耶稣坐位，其实这是毋对的吼。就当然，天开判是为着要表现讲即个上兄无知识呢，还是讲伊家己本身负毋对？这我毋知啦吼。绝对是天顶悬悬耶和华坐位吼，袂是耶稣坐位吼，因为爸是爸是。爸座位，耶稣不过是圣囝尔吼。OK， 但是遮侪人嘛想象中嘛是耶稣座位吼，哇，迄本来是一个老伙仔，喙手长，白喙手白头毛，安尼变成一个耶稣少年的安尼吼，互手，但是看起来30几岁的人安尼尔吼。所以分袂出到底是啥物啦吼，反正就是讲伫即遮吼，歌词安尼写，你就安尼看着就好啦。啊，但是人安尼问的时阵，你可能教导印袂出来，其实足无应该啦。但是你今仔我甲你教，你会晓吼。天顶悬悬耶稣座位，隆重天神服侍拜鬼吼。好。当然，你会讲啊，这是我拄则讲一句话，其实讲毋对吼。就是讲后代的人甲耶稣讲做神，其实毋是后代的人安尼讲尔，其实耶稣本身伊嘛安尼讲吼。所以为虾米犹太人会甲定死伫十字架，就是因为伊安尼讲，伊认为讲我就是上帝，我就是神。所以毋是犹太人，毋是因为无代志，就掠人去定十字架啦，是因为即个耶稣是来伤汉过，白目较毋知影，毋是影样，你找死嘛吼！当遮侪人的面头前，我阁甲你问一遍，伊嘛是无客气啊。毋知逐个一因了犹太人，哇！逐个华语咧众生哗然吼，逐个喜下去哇！定死甲定伊十字架，你来看圣经来看，就是安尼写吼，定伊十字架吼。这是巴克利班圣经的表达法哈，就咱讲拄要讲倒真句哈。定伊十字架应该是甲伊定伫十字架嘛，但是是定伊十字架哈。好，过来，歹势，我看卖，我讲到遮吼，已经时间小注意者41分，安尼咱来读到遮吼，相款吼。Sylvia， 你敢无兴趣来含阮斗阵读一下？来，
起来爱煞字的嘛好，来我甲你invite 吼，你免读不要紧啦，甲阮招呼一下，甲阮开讲一下，讲自我绍介一下嘛不要紧吼，你无一定爱读吼。你若讲我看到这豆芽菜惊就惊死吼，安尼不要紧，起来甲阮招呼一声就好。好来，我先读吼。大川讲上兄，互你真努力。来，马文。大川讲，上兄，互你真努力。来，玉文。大川讲，上兄，互你真努力。来，Sunny。大川讲，上兄，互你真努力。爱读努力吼，力是第八声吼，爱读悬调。啊，无啦，无Sunny你读对啦，我是听讲讲者。好来，应讲无，着甲上帝说努力。马文。应讲无，着甲上帝说努力。来，玉文。应讲无，着甲上帝说努力。对，安尼对啊吼。Sunny。应讲无，着甲上帝说努力。伊就转去吼。志勤甲大川讲，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诚长啦吼。我相信即马逐个拢有即个能力啦吼。读到遮吼，讲我真爱听。好，来，马文。伊就转去，志勤甲大川讲，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真好。来，玉文。伊就转去，志勤甲大川讲，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来，Sunny。伊就转去，志勤甲大川讲，即个上兄的话我真爱听。马文，你即马应该有法度家己看白话字的字，应该无一定白话字啦。教育部我毋知吼，因为我毋捌，我只安尼看，应该是有法度读甲足顺才对啦吼。哦，而且袂迄种感觉咧刻啊，看着就惊，想讲啊，上好边仔汉字安尼，应该拢袂吼，应该拢。惊是袂啦，啊是读，可能7、8成、8、9成字读会出来，啊毋过总是有一寡字顺啊，捌拄着过，知就是毋知影。这正常啦，这正常嘿。我拄则讲，像迄圣经内底定出现的词啦，或者是讲一般教会定伫咧上迄个圣歌诗是定咧出现的迄种表达法啦。我眼的就过吼，足紧的就看出来吼。啊，但是你看这我读小说其实就无一定啦吼，因为有迄词语的表达我平常时毋捌看，逐日拢会晓，就注意看到知哦，原来伊写这意思安尼吼。这都爱定来练习啦吼。咱即嘛嘛在个小学的程度尔吼，所以这是正常的吼。好，好，来咱继续看咧吼。我信伊是好人啊，即句话拄则应该做一个读了。好来，马文。我信伊是好人。来，玉文。我信伊是好人。Sunny。我信伊是好人。好，来，过来，这是歌词，咱做一个甲读下吼。顶日仔我听伊咧吟，天顶悬悬耶稣坐位，隆重天神服侍拜跪。来，马文。顶日仔我听伊咧吟，天顶悬悬耶稣坐位，隆重天神服侍拜跪。来，玉文。顶日仔我
天顶悬悬，耶稣座位，拢总天神服侍拜跪。来三年。顶日啊，我听伊在吟，天顶悬悬，耶稣座位，拢总天神服侍拜跪。好，真好吼！你看咱读今仔日是第34个礼拜吼，超过半年啊吼。咱逐礼拜读1点钟安尼。当然我毋知你私下有练习偌济啦吼，就是咱的即个目前的成果就是安尼吼，大家拢有法度甲即个一字一字读，一字一字看啊，甲念出来吼。当然这是因为咱一礼拜一礼拜1点钟尔吼。你若家己真正用心读吼，真正是差不多3工你就有法度达到即个程度啊啦吼，3工逐工读安尼吼，34小时。你一工算读3点钟，读咧10工嘛有法度啊吼。好，来，咱搁继续。我看这时间48分，来搁继续读落吼。我听着心我听着，到遮转去吼，心肝真欢喜吼。即若要直接要念的，就是要安怎读啊？我听着心肝真欢喜吼，原来会使安尼念咧过吼。甚至是讲你平常时的表达法，其实较惯势安尼讲，我听着心肝真欢喜吼。因为你若我听着就转去，感觉怪怪后壁是听着啥吼。你主要要表达毋是听着啥，是要表达我心肝真欢喜嘛。我听着心肝真欢喜，所以平常时即个口语的表达法会安尼表达，会甲即个我听着心肝真欢喜，对会。但是我拄则安尼读感觉无变调呢吼。毋知嘛有你看法是安怎吼？我听着心肝真欢喜吼。因为伊后壁迄个心肝真欢喜，会使真做听到的叙述嘛。一般嘿。阮进前，阮即个哩拢咧读迄朗读过，我就讲，动词不一定即个变调法啦，就是看迄个不一定后壁会知到底是要真做不一定的叙述，还是补语啦，可能会有真差。当然你即搭遮，你甲读做。我听着心肝真欢喜，我听着心肝真欢喜，敢若语义上拢无啥物真差，以即句来讲啦。好 ，OK， 感谢马文吼，甲咱补充。我无介清楚哈，我就是敢若凭经验啦吼。我比毋是母语、台语，或者是比少年就呢。加一个好处是我自细汉讲吼，我着凭经验吼，这是因无的吼。好，我听着心肝真欢喜。过来，蜿蜒上到上到半天吼。蜿蜒上到半天，上是爬起哩嘛吼，起到半天顶吼。伫遐观看仙境吼，伫遐观看仙境，欢喜到即个情形吼。我听着心肝真欢喜，欢喜到什么情形呢？蜿蜒吼，蜿蜒就是你，就甲你讲我后壁即个表达，拢是要来形容我的欢喜啊吼。蜿蜒吼，蜿蜒是文言词啦吼，咱来查遮蜿蜒。若亲像吼，就是白话词是会安尼讲。OAN 第二声蜿蜒 ，JIAN 第五声。OAN 第二声 ，JIAN 第五声。蜿蜒敢若亲像吼，我就是讲若亲像啦吼，就是敢若亲像念做一个词吼，若亲像。
敢若是一个词嘛吼，敢若安怎吼？那亲像是一个词吼，敢若亲像嘛会使吼，若亲像吼，婉言就是若亲像吼。例句真婉言吼，这平常时其实因为我讲这是文，我感觉这文言词伊嘛无安尼表达就有影啦，伊无安尼写啦，伊无飘讲这是文言词啦吼，但是你大数顶无飘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平常时白话原来会安尼讲啦吼。比如讲例句第二个婉言亲像，啊婉言亲像我拄则讲敢若亲像婉言，这三个词拢是共意思吼。啊，你到做伙讲嘛是会使吼，婉言亲像吼，婉言亲像山吼。但是你袂讲婉言山吼，因为安尼表达法怪怪吼，毋是怪怪，可能无下即个文法的表达，也无下即个词的用法吼。你袂讲婉言山吼，你会讲婉言亲像山，婉言若山吼，你绝对会佮加一个词起啦。这但是文化上文法即 grammatical 里面安怎解释我袂晓吼。婉言若活吼，所以伊嘛无婉言活，是婉言若活吼。歹势，我袂晓解释，我无法度讲为虾米需要安尼用，但是我知影安尼用才会使。你袂当讲婉言山、婉言活吼，袂当安尼用吼，袂使吼。知影人才甲咱分享，我毋知吼。好，咱转来小说家。查对好遮婉言上到婉言即嘛婉言吼，亲像安怎？亲像发生欢喜甲像安怎呢？上到半天，若敢若我爬去到半天吼，上就是爬起哩吼，上上吼，登往上爬吼，就是叫做上吼，毋是身躯咧上爬上迄个上嘛是读上，但是完全无共意思吼。婉言上到半天吼，你啊惯势讲上有两个音啦吼，莫干若想着干若身躯上叫做上吼。另外即个上爬起哩迄个上，你汉字会当写做上吼，上下迄个上吼。上吼，婉言上到半天吼。我为虾米特别强调讲，你爱惯势讲上即个音字有两音，就是毋是干若身体上尔，我哪有迄个爬起的迄个上，就是讲，因为有人就干若会晓迄个，就是看了就是表达法，表达的时阵干若会晓表达迄个身体咧上迄个上尔，毋知影讲爬起哩即种上哩吼，迄个汉字我哪有即个读法吼？啊，比如讲地上，你着讲啥物叫做地上？地敢会上吼？毋是啦，迄是地上是地上的意思吼，地上吼，地面上啦吼。你加一个音的词的表达法，你平常时表达讲法的，当搁较流利嘛吼。为虾米无爱搁加学一个吼？好。上到半天吼，当然你要理解讲身躯上到半天，随在你啦，无迄个意思啦吼。上到半天，欢喜到上到半天，婉言上到半天，但是即遮就无婉言若安怎吼？这个意思，这个有意思啊吼。这遮上毋是，这遮上是动词啊吼，毋是身体上迄个形容词吼，毋是。婉言上到半天，咱转来即个词典遮，拄则是婉言山、婉言活吼，婉言若活啦，歹势。婉言山这是名词，婉言若活，但是活嘛是动词啊，所以我就真正我无法度解释为虾米啊婉言若活，敢会讲婉言活？等你讲婉言活。婉言一个活跳跳的人，婉言活动词我即嘛是写想袂出吼。即只婉言上半天就到半天吼，甚至加动词就会当直接加婉言呢？我无解清楚呢。你搁想看觅啊？婉言上到半天。婉言来到仙境，吼，嘛是一个动词，就会使，敢若就会使直接接动词啊。但是若名词可能就无法度。婉言鬼，
蜿蜒山，蜿蜒一个名词。我感觉袂安尼讲呢，蜿蜒亲像啥？蜿蜒拿啥物吼？一个名词，所以可能好啦，恁有兴趣啊，你或者是学语言学的人，则麻烦你甲阮开帖者，我真正袂晓吼。为虾米伫即只无特别免亲像吼，就是蜿蜒上到半天吼。好，伫遐观看仙境吼。伫遐观看仙境吼，到半天你创啥？伫遐你观看仙境吼，那敢若伫咧半天顶你看仙境吼，观看就是目睭看啦吼，仙境就是paradise 吼，仙境。我看嘛时间剩2分钟，我看嘛即段要。看了是较困难吼，2分钟咱着看偌济算偌济吼，后回再来读吼。大川讲，你也爱听哈，你也爱听哈吼。拄则迄个志勤讲伊爱听伊的话嘛，听即个上兄讲的话嘛。大川即嘛讲，讲啊，你也爱听，当你头前都讲啊嘛，这毋是问句啦吼。你也爱听哈哦，毋免甲迄个声调，毋免唱悬去变问句啦吼，这毋是问句吼。你也爱听哈，我拢毋知吼，我拢毋知原来你也爱听吼，本来是安尼表达法吼，我拢毋知影原来你也爱听啊，但是简性讲法就是你也爱听哈。我拢毋知。来，咱来找即种平常时读过着过，毋捌注意去看哈字，咱来看哈。哇，这个哈，我不要鬼死哈。第三声，哇，无呢，大理大词典无收呢。甘字典应该是袂收即种字，我看卖 HANN 第三声，嘛无。咱较惯是第5声的读法吼，哈，吼。哈，大理大词典有收吼，表示惊讶的感动词吼，我感谢你吼，感谢即个信望爱吼，总有时啊鬼说会甲咱知影。写一个挑一个白话字，互咱知影要安怎读即个汉字。啊，有时啊真正看伊是来拍败了，毋知要安怎读啊吼。表示惊讶的感动词吼，有时啊伊搁甲华语摕来写伫鬼说内底吼，这实在是吼。我毋知是爱读做惊讶还是惊讶啦吼。表示惊讶的感动词叫做哈。吼。感动词毋是一定感动，若是感叹吼。哈，啥代志啊？吼，这是大家上知影，就是讲听无清楚的时，你就会来一句啊，吼，来即个词啊，哈，你可能听就惊着吼。伫日语内底表达法吼，即个哈字就是毋是听无吼，是你足袂爽的，是你表达你足袂爽的，或者是你来讲，或者是。你是讲啥笑吼？你若要甲即个哈字直接伫日语的表达法来甲翻译出来，就是你咧讲啥笑，即字就是表达遮尔严重的即个表达法吼。所以当你含日本人讲话时听无时，忽然间发出一句吼，讲实咱台湾人是足无容易去甲即个习惯改掉吼。所以你听无时，你就哈落来啊吼。听日本人真正甲惊着吼。好，哈无哈，但是有哈啦吼。你也爱听哈。来，我来找一下即个找台语有收无？
时间到吼，歹势我查一下哈 ，HANN 第啥声？1973年 Embry 是有收的吼，就是 yes 吼 ，affirmative answer or agreement 敢袂安尼表达？我若无印象有啦，有时会讲对，嘿是对，安尼啦安尼若听无就变吼。所以我拄则讲，你也爱听就是已经是伊即种 affirmative 的讲法啦，毋是迄种 question 啦无迄个疑问的意思虽然伊后壁飘一个 question mark 但是毋是啦你也爱听敢若 Embry 1973 Embry 收尔，2009来，我来现一下即本 TJ 台语白话小词典。我就喊你现即本即嘛一时仔才看唔到，你只152页，我来选一个吼。咱来看一下即个张如虹先生是安怎过世的吼？伊收到的是安怎？第三声。为虾米无第三声？有出了吼，有收2字吼。第一字是伊写一个气吼，气是啥物？我因为即番咧现即本，我毋知迄个气啥物意思。气佮加一个圆箍啊。等下我看一下头前。因为字典足侪要为着要干性吼，伊会甲一寡物件吼用干性的写飘伫头前讲我安尼表达是啥物意思？安尼表达啥物意思？爱去头前显一下吼，即寡符合的意思。我哪还无看到？歹势。好来，出了。气是语气助词啦吼，语气助词来。第一字是语气助词，表示郑重告知、叮咛或者是警告，叫做吼。伊无收例句啦，所以无法度郑重告知吼，你着爱交把你着爱注意叮咛警告你着爱注意你着爱小心咧你着爱毋通袂记咧就是即个第二个是探字，写一个探，我看嘛，探是探词探词着感叹尔感叹。譬如讲伊有解释讲，意思就是表示但是表示要求对话的人重视就是当我即个咧，就是要你着爱搁甲回，搁共款的话搁甲印一遍就对啦即个句要哪？马有你法度做出来表示要对。我小说后壁就讲啦，伊后壁就讲啦，张龙教授即个收的就是讲，表示伊若有即个即字出来的时阵，就是听到人伊爱应啊，因讲伊安尼摇到底对毋对？伊故事是讲你也爱听对伊头前咧讲，伊请伊来嘛，然后志勤来家己破白讲我真爱听伊的话，结果大创我拢毋知咧。你也爱听我拢毋知。所以故事后壁就搁继续讲，伊就讲是。对，感谢马文，甲咱开破对，所以伫即只就是完全就是符合伫即只即第二个字的即个表示伊个规则啦张如虹的第二个规则就是拄好用伫咱小说即只就是爱你搁甲我回答者安尼
好，这是下。张如洪吼，张如洪啦，歹势，张如洪先生又收足侪下，第7声、第5声、好，后回啦吼，有兴趣啦，后回我若袂有会记哩啦，吼，咱再甲所有这个行一遍吼，太济诶吼，我今仔日时间无够，咱后回再来行一遍，啥物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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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搁有这可能第几声第6声诶歌咱后壁读吼，好，后回再来看吼，咱今仔日读到遮第17页第17页诶，即个我拢毋知即只吼，大川讲你也爱听哈，我拢毋知，好，读到遮，安尼感谢，咱来关房咯，感谢各位。感谢，拜拜，后摆再来，再会。